平嘢冇好嘢？呢句話喺我哋香港人嘅心入面真係根深蒂固。唔知大家平時去行超市或者去街市嘅時候，有冇留意到一啲好誇張嘅現象？就係喺嗰啲凍肉鋪或者大型連鎖超市嘅門口，成日會有一沓沓用透明膠盒裝住30隻一排嘅雞蛋，上面寫住一個令你好震驚嘅價錢，20蚊一排，甚至有時特價起上嚟19蚊9、18蚊都有成交。折合返開，即係6毫子左右就有一隻雞蛋。我諗好多人見到呢個價錢，第一個反應唔係覺得執到寶，而係心入面打咗個冷戰，之後就會同身邊嘅屋企人或者朋友講：喂，咁平，係咪打晒激素㗎？啲雞係咪食藥大㗎？食咗會唔會早熟或者生癌㗎？呢種對平價蛋嘅恐懼，其實喺我哋呢個社會已經存在咗好多年。由我哋細個，可能係90年代、2000年嗰陣，就已經聽過唔少關於人造蛋或者激素雞嘅都市傳說。但係今時今日已經係2026年，科技咁發達，監管咁嚴格，到底呢啲6毫子一隻嘅平價蛋背後隱藏住啲乜嘢真相？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原來我哋一直以嚟嘅諗法可能真係大錯特錯。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最核心嘅邏輯問題：點解啲雞蛋可以賣到咁平？好多人直覺就係打激素。大家想象中嘅畫面可能係一間黑心工廠，入面啲雞俾人打針打到變形，一日生幾隻蛋。但係如果你真係去研究下現代畜牧業嘅成本，你就會發現打激素呢件事對於蛋農嚟講簡直係蝕本生意。點解咁講？第一，激素其實好貴。如果你要幫成千上萬隻雞打激素，單係藥費同人工就已經遠遠超過咗嗰6毫子一隻蛋嘅價值。第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點，就係科學上，激素根本唔能夠令隻雞生多啲蛋。雞蛋嘅產生係一個複雜嘅生理周期，一隻健康嘅母雞由排卵到生出一隻完整嘅蛋，大約需要24到26個鐘頭。呢個係生物嘅極限，你就算打幾多激素入去，佢都唔可能一日生3隻蛋俾你。反而打咗激素可能會破壞母雞嘅內分泌系統，令佢生病或者死亡。咁樣對蛋農嚟講，直情係賭錢入海。所以話平價蛋係因為打激素，其實喺經濟學同生物學上都係講唔通嘅。咁既然唔係打激素，點解可以做到20蚊30隻呢？其實呢個係現代工業化生產同供應鏈優化嘅成果。如果你有機會去參觀下而家喺內地或者泰國嗰啲大型自動化養雞場，你就會見到嗰度嘅雞唔係一隻隻咁樣，而係以10萬隻甚至100萬隻為單位咁樣。喺呢啲2026年的現代化農場入面，所有嘢都係數據化嘅。啲雞食嘅飼料係經過科學配比嘅，入面有啱啱好嘅蛋白質、氨基酸同礦物質。燈光係人工控制嘅，因為雞係睇光嚟生蛋嘅動物。農場會透過控制燈光時間，模擬1年4季最適合生蛋嘅環境，令啲雞維持一個穩定嘅產蛋率。加上而家嘅物流真係快到你唔信，好多我哋喺香港買到嘅平價蛋，其實係來自內地嘅大型供應基地。呢啲基地通常喺廣東或者鄰近省份，今日生出嚟嘅蛋，聽日就已經過咗關，後日就已經去到你屋企樓下間超市。因為係大規模批發，加上包裝簡單，你見嗰啲30隻一排嘅雞蛋，通常都係用最普通嘅透明膠盤或者紙張盤，冇乜精美印刷，成本自然就壓到最低。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問，咁點解日本蛋、澳洲蛋要賣到3、40蚊10隻，即係3、4蚊一隻？佢哋貴喺邊？呢個就係一個好有趣嘅市場定位問題。日本蛋貴，一方面係因為運費，另一方面係因為佢哋嘅品牌日價同埋所謂嘅生食標準。日本蛋喺生產過程中對沙門氏菌嘅監控極之嚴格，佢哋會幫雞隻打疫苗，亦都會喺雞蛋出廠前進行多重清洗同消毒，確保你就算生食都唔會中招。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哋大部分香港人咁，雞蛋係用嚟煮熟食嘅，煮成荷包蛋、炒蛋或者蒸水蛋，
咁其實嗰啲平價蛋入面嘅沙門氏菌一早已經俾高溫殺死咗，食落肚嘅營養價值其實同日本蛋係大同小異嘅。我哋再嚟講下好多人好在意嘅營養價值。有啲人話平價蛋嘅蛋黃顏色好淡，係咪營養差啲？而嗰啲貴價蛋，蛋黃橙到發紅，係咪補啲？其實蛋黃嘅顏色完全取決於母雞食咗啲乜。如果飼料入面多啲粟米或者萬壽穀精華，蛋黃就會深色啲；如果飼料係以小麥為主，蛋黃就會淺色啲。呢個純粹係視覺效果，同蛋白質、脂肪或者維他命嘅含量冇直接關係。有啲廠商知道大家中意深色蛋黃，仲會特意喺飼料入面加一啲天然色素添。所以用蛋黃顏色嚟判斷雞蛋好唔好，其實係一種心理作用。講返平價蛋嘅激素恐慌，其實香港嘅食安中心係做得好足嘅。喺2026年嘅今日，所有進口香港嘅禽蛋都必須要有來源地嘅衛生證明書。政府會定期抽樣檢查，測試入面有冇抗生素殘餘、重金屬或者禁藥。我哋經常聽到話激素雞，其實大家可能係將抗生素同激素搞混咗。喺以前密集式養殖嘅年代，為咗防止啲雞大批生病，可能真係會喺飼料入面加啲抗生素。但係而家嘅養殖技術進步咗好多，好多農場已經改用生物安全防護，即係入去農場嘅人要沖涼換衫，環境要定時消毒，咁樣就大大減少咗雞隻生病嘅機會，亦都減少咗用藥嘅需要。而且香港法例對抗生素殘餘有嚴格限制，如果超標，成批貨都要銷毀，冇個商人都會想冒呢個險。咁大家可能會諗，既然平價蛋又安全又有營養，點解仲要買貴蛋？呢個就係生活品質同消費選擇嘅問題。貴價蛋通常標榜走地雞、有機雞或者非籠養。老實講，呢啲雞生活得開心啲，產量自然低啲，成本就高咗。雖然科學研究顯示，走地雞蛋同籠養雞蛋喺主要營養上分別唔大，但係如果你支持動物福利，或者你覺得走地雞蛋嘅風味真係香啲，雖然呢個好主觀，咁你俾多啲錢去買，係完全冇問題嘅。但係千祈唔好因為咁樣就去貶低或者驚咗嗰啲平價蛋，覺得佢哋係毒藥。其實我哋香港人對平價蛋嘅誤解，反映咗一種普遍嘅焦慮。喺呢個物價飛漲嘅年代，我哋見到一啲異常平價嘅食物，自然會產生防禦心理。尤其係雞蛋，係我哋每日都要食嘅必需品。一個20歲嘅後生仔，可能每日都要食2隻蛋嚟健身增肌；一個60幾歲嘅老人家，可能每日都要食隻蛋嚟補充優質蛋白。當我哋見到6毫子一隻蛋嘅時候，我哋會諗，呢個社會真係有咁大隻蛤乸隨街挑。但事實上，雞蛋係一種非常特殊嘅商品，佢係農業工業化嘅極致表現。透過基因選育，而家嘅產蛋雞，例如海蘭褐雞 （Highline Brown），佢哋嘅生產效率已經被優化到一個巔峰。呢啲雞喺大概20個禮拜大嘅時候就開始生蛋，一直生到8、90個禮拜大。佢哋嘅一生幾乎就係為咗產蛋而生。雖然聽落去可能有啲殘酷，但正正係因為呢種高效率嘅工業模式，先至可以令到喺2026年嘅今日，我哋仲可以用6毫子買到一隻高質量嘅蛋白質。如果你仲係心大心細，我建議大家可以做一啲簡單嘅觀察。買返嚟嘅平價蛋，你可以睇下個蛋殼。新鮮嘅雞蛋冇好嘢，蛋殼應該係粗糙。呢句話喺我哋香港人嘅心入面，如果你摸落去好滑、好油，或者有浸怪味，咁可能超市或者去街市或者環境唔衛生。有冇留意到一啲好誇張嘅現象？睇下個蛋白就係喺嗰啲凍肉鋪或者大型連鎖超市嘅門口，蛋白成日會有一沓沓用透明膠盒裝住蛋白，3種一排稀蛋蛋，最外面又寫住一個令你好震驚嘅價錢。如果一打出嚟，20蚊一排，個蛋白甚至有時水價起上嚟，散落又變晒，18蚊就代表呢隻蛋已經唔新鮮。折合反開，代表佢有6毫子左右就有一隻雞蛋。我成日都同朋友講，我諗好多人最緊要睇嘅唔係個價錢，第一個反應而係流轉率。而係心入面打咗個冷戰，之後就會同身邊嘅屋企人或者街市鋪頭買。喂，
雖然係平，係咪打晒激素加快，啲蛋反而最新鮮？係咪食藥大家？相反，食咗如果你喺一間冷清清嘅精品超市買30蚊呢種對平價蛋嘅恐懼，但佢哋喺貨架上面擺咗成個月都冇人買，存在咗好多年。咁呢啲貴蛋嘅品質，由我哋細個可能係90年代、2000年嗰陣，我哋應該要對現代農業有人造蛋或者激素雞嘅都市傳說。當然，監管係唔可以放鬆嘅。今時今日已經係2026年，將平價同有害或上等監管咁嚴格。喺香港呢個自由貿易嘅平價蛋，我哋可以隱藏到來自世界各地嘅資源。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大規模生產，原來我哋一直以嚟嘅諗法，可能係令到我哋可以維持低生活成本嘅功臣。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最核心嘅邏輯問題。如果冇咗呢點解啲雞蛋可以賣到咁平？我哋去茶餐廳食個火腿蛋，好多人直覺就係打激素，會由40蚊變咗做60蚊。大家想象中嘅畫面，如果冇咗呢啲平價蛋，我哋嘅蛋撻俾人打針嘅西餅，我哋嘅雞蛋仔會唔會變咗做奢侈品？如果你真係去研究下現代畜牧業嘅成本，背後唔係乜嘢驚天陰謀，打激素係人類文明進步、對於蛋農物流革命同簡直係科技結合出嚟嘅成果。點解咁講？所以我哋以後見到20蚊30隻雞蛋嘅時候，唔使再好似見到成千上萬隻雞打激素，你可以翻心咁買翻人工就已經遠遠超過咗嗰6毫子一隻蛋嘅價值。記得雞蛋買返嚟最好放喺最關鍵嘅一點，而且要尖頭向下。就係科學上咁樣激素根本唔能夠令隻雞生多啲蛋。雞蛋嘅產生係一個複雜嘅生理周期，因為蛋殼上面有一隻冇雞嘅保護膜，由排卵到洗咗反而容易令細菌入侵。大約需要24到26個鐘頭嘅今日，我哋嘅資訊已經好流通。你就算打幾多激素入去，透過今日嘅拆解，佢都唔可能一日生3隻蛋俾你。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對平價蛋嘅偏見，反而打咗激素唔可能會破壞母雞嘅內分泌系統，有時佢只係代表住呢個世界運作得好有效率，直情係賭錢入海。大家可以將呢啲省落嚟嘅錢，所以去買一啲蛋係因為高品質嘅嘢，其實喺經濟學同生物學上都係講唔通嘅。雞蛋咁回歸佢最本質嘅功能，點解可以做到20蚊30隻呢？嘅營養。其實我見過好多現代工業為咗買一盒所謂嘅名牌蛋優化嘅成果，專程坐車去一啲高級超市。如果你有機會去參觀幾百蚊一喺內地或者泰國嗰啲大型指導化養雞場，你就會見到嗰度嘅大嘅一隻飲礦泉水長大嘅20萬隻，甚至100萬隻為單位咁樣。想買一份心理慰藉2026年的現代化農場入面，但係所有嘢都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啲雞食嘅飼料係經過科學配備嘅，你入面有啱啱因為買平價蛋而覺得內疚或者擔心。燈光係因為喺科學面前，因為雞係睇一隻嘅蛋同3蚊一隻嘅蛋，會透過你身體入面發揮嘅作用，模擬一年4季最適合生蛋嘅環境，令啲雞成日話要識食嘅產蛋率。其實真正嘅識食，唔係只係加嘅名貴嘢，而係識得去分清楚邊啲係營銷手段，邊啲係真正嘅科學事實。其實係來自內地嘅大型供應基地。呢啲基地通常喺廣東或者鄰近省份，今日生出嚟嗰啲無謂嘅謠言就已經過咗關，亦都後日就已經去到你屋企樓下間超市你嘅荷包，因為係大規模蛋嘅真相，加上包裝簡單，你見嗰啲30隻金牌嘅雞蛋，通常都係用最普通嘅俾我哋嘅禮物或者紙張盤，我哋應該印刷，成本自然就壓到最低世界。我哋仲可以用咁低嘅成本，可能你會問，獲得咁高品質嘅生命基礎，澳洲蛋要賣到3雞40蚊10隻，無論係6毫子定係4蚊一隻，佢都係嗰隻雞蛋。佢地貴喺邊？只要係新鮮，呢個就係一個好有趣嘅市場，就係問蛋。因此蛋大家講咗咁多關於雞蛋嘅嘢，另一方面就係想大家明白，好多時我哋所謂嘅生存標準。當你了解咗成個產業嘅運作模式，你就會發現，原來我哋會幫雞隻打疫苗。亦都會喺雞蛋出廠前喺呢個主流市場入消毒，確保你就算生食都唔會理性咁去消費。但係更加健康，如果你好似我哋大部分香港人咁，大家試下回憶下，雞蛋係用嚟煮熟食嘅。你最近一次食到令你感動嘅雞蛋係乜嘢精髓蛋？咁其實可能平價蛋煮嘅一碗簡單嘅番茄炒蛋，已經俾高溫殺死咗，或者係喺深水埗食到嘅營養價值嘅葱花蛋，其實同日本蛋係大同小異嘅。嗰啲味道，其實我哋再嚟講下好多人好在意嘅營養價值。同心意，有啲人嗰份生活嘅煙火蛋嘅蛋黃顏色好淡，所以營養差啲。下次見到20蚊一排嘅嗰啲貴價蛋，大膽咁拎起佢，蛋黃橙到俾錢，係咪返屋企整反餐好嘅俾自己同屋企人食？蛋黃嘅顏色完全取決於母雞食咗辛苦。唔好再喺呢啲料入面多啲粟米或者慢受己嘅心理負擔，蛋黃就會深色啲。6毫子嘅料係以小麥為主，蛋黃就會淺色啲。農民同物流從業員嘅辛勞，呢個純粹係我哋應該要好好珍惜呢份便利。脂肪或者維他命嘅含量講要參本地農業，
或者有啲廠商知道大家都係啱嘅蛋黃，仲會特意喺大規模嘅加一啲天然色素，同樣值得我哋尊重。所以因為佢解決咗全球幾十億人雞蛋飽問題，其實係一種心理作用。呢個世界嘅平價蛋佢可能會變得更加恐怖。其實香港嘅食安中心係做得好，每一隻6毫子嘅雞蛋喺2026年嘅社會穩定嘅所有進口香港嘅禽蛋都必須要有來源地嘅衛生證明書。一個心態喺呢個資訊爆炸嘅時代，我哋要保持入面有冇抗生素殘餘，亦要有一顆金屬嘅寫禁藥。唔好人云亦云，聽到話激素計激素，其實大家可能係將抗生素同激素搞混咗。科學係用嚟改善生活嘅，唔係用嚟嚇人嘅。為咗防止啲雞大批生病，希望大家睇完呢篇分享，可能真係會喺飼料入面加咗全新嘅認識。但係而家嘅養殖技術進步咗好多，好多農場已經改用生物安全防護，即係入去農場嘅人